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咱讲台湾是一个国家吼，这无唔对啦吼。但是这句话若是伫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嘴里讲出来，会代表什么款的意义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谢列说吼要来进行着外交的访问，咱嘛看到讲布林肯第一站来到日本啦吼，这个意义非常的大。咱会当看到讲吼，这代表讲亚洲对这个拜登政府有一个决心伫啦吼。尤其咱讲吼，咱有一个三不时吼，不三时的这个起无看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这回咧，这个布林肯和国防部长 Austin 做回来日本啦吼，主要就是要展现啥？这个日本甲美国同盟这个同伴关系啦吼，主要就是要对抗中国这个部分。另外咧，咱嘛看到讲吼，中国外交部长吼是强硬啦吼，过去讲啥？讲香港、台湾的这个议题，美国你就莫打红线吼 ，Don't cross the red line， 莫伫遐吼打红线吼，这条红线到底是啥物？但是美国则无咧家己信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哦，过去咱嘛知影伊外交经验真丰富啦吼，伫咧国务卿进前伊嘛做过副国务卿啦吼，啊过去伊就先讲吼啊，这个部分咱讲吼，顶礼拜咱有讲过，台湾是一个真强这个民主经济这个体系，还讲这个国家 a country 啦吼 ，they can contribute to the world， 会当贡献全世界，哇，伊就认捌到台湾是一个啊民主的一个体系，嘛讲到 a country 啦吼，但是这到底吼爱是安怎来看吼？有人讲伊这是吼喙里讲唔对的，但是面对着中国，伊敢有可能讲唔对起来吼？某人讲后一步可能就是要正式宣布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哇，咁真正有可能咧。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中国官方竟然拢伫处处啦吼，踮处处，咱看到讲吼，这个中国无回应吼，因为咱嘛讲到吼3月18吼，就是咱要看到讲吼。这个部分，中国无抗议，因为这个 Alaska 吼，因为一个会谈，然后咱看到讲吼，王毅嘛要去遐做会谈，所以即阵吼，咱讲中国是急点点的，无讲话啦吼，惊讲哦，可能这个会谈会有变卦性嘛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嘛有媒体报道讲吼，美国也好，日本、澳洲、印度、法国吼，4月这个咱讲吼中的这个时阵吼，可能伫印度外海吼举行着5国的海上联合军演吼，有可能就是要来牵制中国伫咧印太地区的发展甲势力啦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咱邀请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时代力量国际中心主任刘树杰 ，Jerry 你好。大家好。第三，咱邀请美国共和党海外部亚太区的这个正主席，嘛是咱的这个New York 的这个律师吼，范义国你好。大家好。是啦，咱先要带大家来去看讲吼，其实伫咧这个吼会谈进程吼，真正真重要吼。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台湾是一个国家吼，咱嘛看到讲吼，这是一个吼这个韩国一个这个议员吼所去伫咧听证会所问的这个问题吼。头拄咱嘛讲到 a country to the contribute to the world 吼，咱讲台湾真正是贡献全世界这个部分吼，所以咱看到迄当阵定调是 a country 啦吼，咱先简单请教。哦，咱的这个张教授啦吼，这敢有可能是伊讲唔对，凭伊这个过去的这个外交经验遐丰富，哦，伊真正讲这 a country 这两个字讲出来，敢会惊中国起噗噗？我个人认为吼，讲唔对嘛无算啦，无算，因为咧，我受伊咧外交的认识吼，外交的这个资格吼，应该伊是心内吼认识到台湾是一个国家。哦，这是台湾是一个国家吼，伊伫头壳内底是足清楚，代表讲伊无把台湾甲中国人做伙。OK， 吼，但是咧，伊即种台湾是一个国家认知吼，是毋是会变做美国未来的政策？吼，这是咱爱观察的。我个人认为吼，可能无遐尔紧啦，无遐尔紧。是。哦，这个因为我个人记得就是伫2000年的4月初5吼，迄个时阵美国的总统是小布希吼。好，布希迄个时阵讲到台湾爱加入 WTO 嘛，好，伊迄个时阵嘛讲台湾是 Republic of Taiwan，台湾共和国。是。好，这当然是迄时阵大家听足欢喜，但是我迄时阵就是认为就是伫布希总统心内当然认为台湾嘛是一个国家，甲中国是无共，但是是毋是代表讲一定要承认甲台湾建交？其可能无一定。后来果然是无嘛。所以咧，我看这个是代志当然咱欢喜听到人
讲台湾是一个国家，尤其伊是美国嘅上重要嘅人物，但是这伊可能就是伊头壳内底嘅认知，是毋是会变做以后嘅政策？然后咧，是毋是美国就会改变长久以来嘅一个中国政策？这是咱继续爱观察的啦。所以即马咱当然是就是欢迎就好，但是讲受过欢喜，讲以为讲台湾甲美国嘅问题啊，即个拢解决啦，拢解决，还是咱以后嘅国际地位当会当提升，完全改变，可能嘛无遐尔紧啦。OK， 这可能是头一步啦吼。头拄啊，你讲到这个Bush这个时阵，嘛讲到 Republic of Taiwan， 吼，甲咱台湾当作是一个共和国安尼啦吼。迄当阵，这个因的国务院有做一寡这个悔改无？嘛无，这回嘛无。中国当然是抗议嘛。OK， 但是咧，美国嘛无改。嘛无继续讲什么 One China Policy， 伊嘛无继续。所以我想这边就是看未来美国嘅政府是毋是会继续甲中国甲这个继续甲伊在解说讲这是一个中国政策还无改变，还是根本拢无想要解说。因为伫外交上来讲，有解说甲无解说嘛是上重要。所以这是未来我看亲像足侪代志是伫改变，咱会当继续观察。有影啦吼，但是有人咧讲吼，3月18对中国来讲真重要吼，因为中国想要知影美国到底是咧闭啥网吼，拍什么牌啦吼，所以这场会谈啦吼，就是有人讲吼，这个是中国激点点的这个原因吼 ，A country 真正吼对中国来讲是一支插吼，插伫因的这个心肝头，但是伊即阵唔讲是啥物原因，咱继续请教 Jerry 啦吼，唔讲激点点吼，中国不爱抗议，但是因的款 Q 施暴有一寡这个回应啦吼，你安怎看讲真正是这个布林肯是嘴里讲唔对啊，是挑伫安尼讲，要互中国讲吼，我要甲你讲。中国甲这个吼，咱讲吼，台湾的议题也好，香港的议题，伊无要退让啦，美国无要退让，你安怎看？因为即马即个时刻圣公就咱英文讲就 tricky 哦，就微妙，因为吼，这是3月18号、3月18号这边是美国甲中国头一遍，吼，在伫拜登政府起来了头一遍吼，双方即个外交即个部长甲官员来见面，所以这是头一遍。是因为咱大家拢知影讲，拜登伊为去年年底伊就任了，其实伊成立无用，包括这美国国内这个 COVID-19 的代志，个美国这个国内的经济，后要安怎去复苏嘛？所以外交坦白讲，毋是拜登大家开始要处理上个要紧的代志，即马。伊要来处理啊，伊要来处理，伊就是讲，即个步调，即个基调要安怎去定，这是双方拢搁咧做试探，讲中国嘛咧试探，美国嘛伫咧试探，是讲吼，即摆即个时机点，就是讲吼，若是有倒一边吼，伤过条件吼，伤过急吼，伊就输啊啦。所以美国伊无可能吼。伫一开始时阵就讲吼，伊就急讲要甲中国来谈即个来谈即个代志，中国伊嘛是安尼想吼，所以你看，伊即个3月18号即个会谈吼，第一点吼，中国先讲吼，伊即个是一个战略对话，美中战略对话吼，伊安尼讲，美国马上就打脸来讲，这毋是战略对话哦。无你讲话遮水气哦，无啥物战略，这无哦，这都是咱双方吼坐落来讲者，吼来看卖以后要安怎行吼，无啥物战略对话，所以伊马上就甲即个中国即个说法，马上先打脸，先先去背，伊就是讲吼，咱即马还未行到迄步，啥物战略对话无，即马还未。第二点，是安怎要选择即个阿拉斯加，这阿拉斯加嘛是，因为过去咱那个台湾的总统嘛是有伫阿拉斯加有过境哈，有，所以这个所在已经特殊。第一，阿拉斯加是美国一个州，无错，但是伊无算讲伫美国这个国内底啦，伊算讲较边啦，较远这个所在。第二点是讲，因讲阿拉斯加到北京，阿拉斯加到美国这个华府差不多。等距差不多5、6千公里啦，伊这意思就是讲吼，咱头一遍要见面莫讲你过，莫讲我来，咱就约伫中央这个所在嘛，安尼就较公平看以后再去阮咱咱再来讲，虽然是讲约在中间点，
但是严格讲起来嘛，是算美国的主场，因为这是美国的一个州嘛，所以即马就是讲双方搁咧做试探，啊，对阿明来讲吼，这是布林肯伊讲 country 啊，美国中国嘛点，这是嘛可以预测，伊讲吼，因为个人讲特别来谈判的吼，莫讲家己气氛，莫讲家己气氛，吼，不讲伤歹看啦。对我咧看是安尼啦，所以讲吼，即马就是讲，因为伊即马就是讲，伊3月18号要讲，其实吼，伊要讲啥？伊要讲即个香港的代志，要讲台湾的代志，要讲气候变迁的代志，每一项。议题拢是足困难的，哈，所以伊是想讲，这气氛先用较好的，伊也要再来计较啊。你讲中国尾啊，再要计较就对啦哈。OK， 咱继续请教翻译过了哈。我们认为了哈，这个公开讲台湾，有人认为说哦，可能是口误啊。你刚才也有提到了哈，那个在私底下的时候说，不要台湾人不要那么自嗨了哈，这有什么样子的意义？我真的觉得也是一个口误，因为外交官如果是负责或涉嫌到台湾、中国相关的问题，他们跟怎么样形容台湾都非常熟悉游戏规则。OK， 所以他这样讲，我是觉得他刚上任，然后他要负责这么多外交方面的东西啊，200国家了，他怎么会每一句话会记得怎么形容或怎么提到？偶尔会有口误，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如果是真的要宣布美国是认同台湾是国家，不会选在这个听证会这样的回答一个国会议员的问题才讲出了，可能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才会宣布美国有新的对台湾的政策，对不对？那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以后不管是谁在执政，共和党、民主党，谁当国务卿。国防部长等等，偶尔会发生类似的口误。那当然，中方会非常生气啊，不管是他们官媒或发言人，都会谴责或骂美国不要这样做，不要超越红线等等。这个也是过去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状态。那也是一件好事情是，他也没有说台湾 is a place 或台湾 is a autonomous region， 所以他也没有说台湾是一个地方或是一个自治地区之类的英文字。所以通常美国外交官员他们会说台湾 can， 然后他们说台湾 can contribute 之类的，所以他们会避免用 country 这个字。那这次他用 country，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过度分析吧。OK。这个翻译讲吼，卖过度来去解读啦吼，伊讲吼可能是这个布林肯家己讲唔对去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未来有人咧讲吼，可能这是这个咱讲吼美国可能会承认台湾的这个第一步啦吼，可能这3位来宾拢唔是安尼这个认为啦吼，但是这可能嘛是一步啦吼。头拄啊这个咱讲教授伊嘛想讲，可能伊的认知内底吼，布林肯认知内底，台湾就是本地就是一个国家吼，但是伫咧政策安怎去延续，可能也有一段时间来去行吼。但是咱看到讲中国的打压吼，其实美国也是日本也是韩国拢有看去啦吼。尤其咱嘛看到讲欧洲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吼，哇，这个跨国家啦吼，这个本地吼有议员吼，可能要来伫热人的这个时阵来访问台湾。但是咱看到讲中国驻法国的这大使顶个月个写批吼，法国这参议员吼，友台小组的这个主席吼，对台吼这个小组啦吼，按算伫要热人来访问的这个部分吼，表达吼不满吼，嘛强调讲世界敢若一个中国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外交部长甚至是这个苏贞昌行政院长嘛强烈来谴责吼中国这个行为吼，先做来看。是咱看到讲吼，这个法国有议员要来访问啦吼，咱看到中国这个行为，咱讲苏贞昌院长讲吼，这个中国伫世界会哪来愈方看袂起尔啦吼。另外咧，咱嘛讲到吼，这回美国国务卿吼布林肯选伫咧吼日本是第一站吼，第二站就是来到韩国啦吼，伫马仔吼，个小连续伫欧日哈，拢有一寡这个访问这个行程。今日咱嘛看到讲吼，咱这个部分啦吼，咱看到讲第二张图吼，这个美国国务卿甲这个国防部长亚洲吼，这个旅行啦吼，咱看到3月16就是今仔日啦吼，小连续咱看到讲吼，因的外交部长甲这个国防部的这个部长吼安信夫啦吼，咱看到讲吼，其实有一寡这个会谈已经开始啊。另外，咱看到3月18时阵吼，是甲这个
韩国外交部长，然后另外嘛是因的这个国防部长，所以咱排出来吼，咱看到美国派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 Austin 就知影因这个战略甲外交上的这个意义伫咧。另外，咱头拄嘛讲到3月18甲19啦吼，咱讲吼，是安选伫 Alaska 遮吼有这个美国的这个用意啦吼。另外吼，要甲相见面，咱顶回嘛讲过，外交部长王毅啦吼，佮因中央政治局这个委员吼，用这伫啦吼。另外咧，本地吼讲这个 Austin 吼，要甲这个继续吼来去这个 Alaska， 但是咱无，咱看到讲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吼，3月19甲21，佮要来甲印度啦吼。咱看到讲吼，要甲印度的这个国防部长吼 Singer 来去做一寡吼对话啦吼。啊嘛有人讲吼，这是侵犯美国甲印度的合作，但是咱嘛有讲到。哇，是咱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国防部长 Austin 这回来了后，佮伫咧咱讲吼，伫咧吼这个国际这个媒体啦吼，这个 Washington Post 来去做一寡这个投诉，啊投诉的这个内容更加是讲到中国的这个威胁，啊其中嘛有提供吼，咱讲台湾吼伫遮民主的这个拍拼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张图伊安怎讲，伊讲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 Austin 伫咧亚洲进程吼投诉。Washington Post 吼，另外这个里程吼，主要都是讲到美国和这个东盘关系啦吼，另外要团结共鸣的反击中国侵犯人权，也是破坏台湾民主这个行为啦吼，所以这样大动作先投诉，这是啥物意思？要互中国摆看吗？我认为吼，这是美国新的政府吼，这个上重要的外交的这个布局啦。是因为咧国防部长甲国务卿就是外交部长吼。对亚洲各国来讲嘛，是一个新的任务啦，所以一来吼，第一是增加大家的这个了解，第二咧就是即马甲日本可能有新的这个政策的文件，是然后以后就变做新的政策，我想这是大家爱观察。是，然后咧，伊个国防部长调工要去印度，印度是一个足重要的国家，尤其是过去印度甲中国有军事的冲突，虽然是无大，但是未来是不是变做战争还是一个爱注意的代志。所以咧，这个美国对这地区的这个状况当然是非常的关心。以前的这个这个2019年到2020年这个印度甲中国伫这个边界军事冲突的时阵迄个时阵美国嘅川普政府其实无真正对印度有实际上的支持。OK。所以咧印度已经走去甲俄罗斯买武器来补充伊嘅部队就甲中国对抗。所以咧美国一方面就感觉这个过去印度甲中国冲突的时阵，美国无甲支持这对印度甲美国的关系一定是一种伤害。第二是互俄罗斯嘛有机会增加伫这个地区的这个影响力。所以咧，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即马调工去甲印度国防部长开会就是我是爱表达美国即马新的政府对印度的这个方面的支持，有看重啦吼，就是表示这个印度太平洋地区伊规个重视印度是一个重要点。而且印度本来就是一个足大的国家第二就是即马大家知影这个缅甸代志嘛是足严重，但是印度就是伫缅甸的边啊，所以咧可能美国嘛也甲印度讨论这个缅甸未来的状况。加中国伫这所在未来可能的变化，所以我想这边的访问对亚洲、对美国、对每一个国家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有影真重要，尤其咱讲这个投诉内容，伊个啥？伊讲这是要替全球创造一个 force multipliers 真正是加倍这个效应要联合抗中对抗中国。另外，国防部长 Austin 伊嘛讲到中国要挑战国际这个规矩啦战狼外交等等啊，侵犯到香港的主权也好，伤害台湾的民主啦，也是讲伫南海的这个主权等等。另外咧，印太地区其实咱头拄也讲到印度已经这个是全球的这个地缘政治中心啦美国咱头拄嘛讲到签到这个东盟的这个协定保持着这个自由开放尊重人权、法治甲民主啦才上符合这个美国的这个利益。另外咱嘛讲到今仔日咱看到布林肯已经和这个咱讲的东京伫遮举行着这个双边的这个会谈。美国讲系继续和这个盟邦来合作来推动，亲像这个北韩的这个议题非核能化。伊嘛讲到民主价值伫中国受到这个威胁。另外布林肯嘛讲美国甲日本同盟这个重要性。伊讲咧民主价值伫咧缅甸甲中国
的吼，这个部分拢受到这个威胁吼。岸信夫嘛讲啥？这就是美国这个日本的这个国防部长啦吼，伊讲这个两个人会讨论到中国伫咧东海、南海这各种行为啦吼。个 Austin 嘛讲到共同维护自由开放的这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时阵吼，美国甲日本的这个同盟吼。甲现主时的挑战，这个挑战吼，真正是一个基础的 cornerstone。继续来请教 Jerry 啦吼，这个导师以外，咱就看到讲吼，这个岸信夫啦吼，过去这个伊嘛有表态啦吼，就是一个311的时阵，吼有一个铺文是这个转达着咱讲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感谢这个文章吼，咱等下嘛当看到吼。另外吼，这个岸信夫伊的这个角色吼，甲美国这回讲到这个国防的重点，嘛是要维护着吼台海这个平衡，你安怎看咧？伫外交顶头，因为每一个会议的先后顺序拢是有一个意义啦，所以讲你看这边布林肯跟奥斯汀吼，因这两个人是先去甲日本吼先开会了，再过来韩国吼，再过来才是去中国，所以伊这是一个信号，就是咧甲中国讲吼，美国甲日本伫目前来看。犹原是美国上界重要这个美日同盟的关系吼，Alliance 嘛，一定是甲日本先讲好，讲我家人讲，我要去甲王毅讲，咱这边先讲好势，我再去甲伊讲，所以这个动作、这个讯号，我感觉就微妙吼啊。中国嘛知影讲，起码在拜登的心里面吼，伊这根本咱多话就讲嘛，伊讲这战略对话就已经去用拍清了嘛，所以。美国这个讯号就是讲吼，即摆对美国来讲，日本上界重要，再过来伫韩国、印太这个地区，过来韩国哈，这两个国家拢讲了，就讲煞了，咱再来甲中国来讲吼，伫差不多昨暝啦吼，有一个咱讲联合的声明是这个四方会谈挂，这四个国家吼，美国、日本。澳洲加印度吼，这四个国家吼，有一个联合声明。咱各位去看伫美国的这个白宫的网站上有一个全文声明吼。其实这个声明非常的趣味啦吼。这个声明吼头一段吼，伊就讲吼，这是吼要重新去唤起2004年一个印度洋大海啸吼，那当初因为这个大海啸这个关系，所以有真侪国家都被大海啸这个地震给侵袭嘛哈，所以2004年这个大海啸发生了，2007年叫咱讲这个四方会谈挂才产生嘛吼，所以伊头一段伊就讲吼，因为咱去回想去 recall。2004年这个大海啸，咱四个国家是真团结的。即马就是这个更加团结这个时刻。你讲这个讯号，中国拢看在眼里。伊就是讲吼，你要来跟我讲，但是你先去强调讲，美国、日本、印度甲澳洲，咱拄仔地方教授伊嘛有讲，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因为2004年这印度洋大海啸，印度。死5000个人啊，5000个人啊，所以我即摆就是咧强调讲，其实对美国来讲，拜登起来，伊即摆伊就是讲我重回多边主义，伊甲川普是无共的，川普伊就想讲我美国最伟大嘛，拜登伊毋是伊讲我重回多边主义吼，所以伊先。甲日本讲，甲韩国讲，这四方会谈先敲好势，再刷来吼，才是中国啊。但是有一个变数，咱来去做观察，就是讲吼，这个联合声明吼，美日印澳这个联合声明吼，伊有强调，伊讲这四个国家吼要 redouble 这个 commitment， 伊讲吼要双倍，要靠双倍的资源，伫这个四方会谈这个机制啊，伊就是讲吼。不只爱加强哦，咱起码爱双倍哦，爱双倍哦。伊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吼。redouble 这个资源对，中国就一定想讲，你即马就是讲，我较无重要，因为你这四个国家，恁 redouble 去，对，咱中国就被
放在旁边嘛，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很敏感的信号啦。这个声明嘛去讲到讲气候变迁，因为咱拢知影讲拜登非常的重视这气候变迁，但是这气候变迁，咱嘛袂记讲吼，中国伊正伊就讲，伊要伫2060年2060年要达到中国这个碳零排放的目标，所以讲若是拜登甲美国真正要来针对这个气候变迁这个问题来做发声的话，伊势必爱和中国有某个程度的合作，等于他已经重返巴黎协定了嘛。所以我的观察是讲，未来这个 climate change 这气候变迁会不会是有可能啦？有可能是中国跟美国展开初步合作，最有可能的切点。因为你要讲香港，要讲台湾，这都无什么谈，这都无什么谈好讲。但是 climate change， 我在想啦，有可能是头一个议题中国跟美国有可能会开始倒来谈啦呢。OK， 这个气候变迁的这问题啦头拄仔这个 Jerry 嘛讲到四方会谈，咱顶礼拜嘛讲到Quad美国日本也好，也有这个印度还有澳洲四个领导人用到这个书信的这个会议的方式来去做这个对话啦咱嘛讲到伫咧预防下这个外交，因为看到中国伫咧外交防疫的这个部分继续去送伊这个预防下等等啦另外咧，就是讲可能伫咧东南亚这个国家有的人负责就是爱做一寡这个生产做好因比如讲这个印度做生产，澳洲负责就等讲运送这个部分就是可能是江森这个预防下。另外就是针对这个稀土这个采买这部分咱讲稀土是中国真正摕到这个资源所以因面对美国、印度、日本、澳洲面对因甲这个稀土定掉啦所以因看会当透过这个峰会会当去对抗中国这个市场也无啦另外面对着中国的威胁中国经济压迫到这个澳洲啦甲印度边界冲突无停过啦另外咧嘛要强化印太地区的这个地属。关心中国区域军事威胁啦，包含着台湾海峡的这个紧张的这个情势可有可能这个咱讲Quad变做是后一个这个 NATO 啦Quad敢若是一个供应链这个安全、海事安全、科技、外交等等这个部分去发挥的作用啦若是真正变做是一个正式的这个对话，其实可能也无够个一段时间所以有人讲这回咱看到Quad咧讲其实讲到这个中国的部分是真少有人是安尼认为。这个咱继续请教翻译过了这个Quad有人本来是说可能透过这个峰会也好，或者是这个民主的对话机制也好了可以约制一下中国。但是这一次的Quad的对话里面，其实很少部分的谈到中国而已，你怎么看呢？我觉得他们有讲到一些将来能够实质合作的地方，比如说疫苗外交，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国防或互相在这个军事方面合作还是很难成型第一个问题是互相没有信任度拜登一个左派总统莫迪还有 Morrison 是右派的总理，那他们政治上概念很多地方跟拜登是非常不一样。那另外菅义伟不知道他会做多久了。今年底会选举了很多人认为或许要看选举结果，但是不一定他会做很久这个首相的职位。那很难在军方这方面有除了联合演习之外，那其他比如说真的能达到一个北约模式，目前是。可能性是蛮大的，有很大的难度但是我们都欢迎这是个大的民主国家加强合作。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对这个合作的模式有什么样的期待？我们要不要太过度有太大的期待或许在最急的就是疫苗方面的，那其他方面真的能不能合作？比如说军事合作或连贸易方面，比如说印度本来是这个 RCEP 的成员国家，那最后签 RCEP 的时候，它就退出了。那美国也目前不是在 CPTPP， 那 CPTPP 是由日本领导的，那所以很明显贸易方面也是很难达成一些
共识或一些突破。OK， 这个反过是讲吼，这个经过这个看的吼，其实也有一寡这个共识吼，爱去咱讲寻求沟通啦吼，可能这个共识也未完全形成啦。若是讲吼，真正变做这个亚洲版的这个 NATO， 可能佫需要一段这个时间点吼。那么经历了另外一个报道，先做来看。美国、日本、印度甲澳洲四方安全对话领袖视讯会议10日举行。美国总统拜登伫致辞时表示，四国组成非常重要的团体。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is essential to each of our futures, our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you, our partners, and all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to achieve stability. 日本、印度甲澳洲拢受中国扩大经济影响力、加军事实力威胁。透过这场峰会，要参详应行对策，暗过微小度反中联盟记录。拜登政府伫会前调整会谈方针，改做讨论各项议题合作机会。この4カ国で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の実現に向けて強力に進め、新型コロナの克服を含め。地域の平和と安定、繁栄に目に見える貢献を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ます。印度总理莫迪甲澳洲总理莫里森也强调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要性。Our agenda today, covering areas like vaccines, climate change,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make the Quad a force for global good. As we emerge from this global pandemic and the global recession, let us together create a different future. It is the Indo-Pacific that will now shape the destiny of our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北京国安顾问苏利文会后表示，虽然中国唔是这摆会议的主要重点，不过四国甲中国经济关系确实升悬。会后四国发表联合声明，要成立疫情关键技术、甲气候变迁等工作小组应应挑战。四国元首也按算年底佮开一摆峰会。公司新闻郑伟仁报道。是啦，虽然讲到这个看到可能讨论的是这个气候变迁，还是讲吼这个 COVID-19 吼，伊造成的这个预防下这个问题等等吼咱讲吼，真正要有这个另外这个，譬如讲是国防上的这个意义，还是讲吼经济上的这个对话，可能吼各有一寡这个时间爱等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讲倒来这个部分啊，咱头都有讲到这个。岸信夫然后就是因这个日本吼国防部长吼，伫咧3月13的时阵有推Twitter 吼头顶，佮推到咱讲吼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po文吼，就是咱讲到311的时阵，这个日本吼甲台湾吼，其实台湾帮助日本真济啦吼，所以这个国防部长，因个国防部长嘛讲台湾伫民主主义也是人权法治吼，拢甲日本吼真正有关系伫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这是吼布林肯吼来去开会啊吼，另外吼咱等下再看这张。另外，吼，先来看这张啦，吼，就是讲这个岸信夫吼，今仔日伊就抛到这个文章，咱来看到讲，伊安怎讲咧？伊讲吼，这个甲美国国防部长来去做一寡会谈吼，另外要针对啥？中国海警法吼，甲台湾海峡和平吼，有一寡这个安全吼。主要这个共识等等啦吼，咱继续搁请教张教授啦吼，咱头拄讲到中国海警法吼，其实这个部分咧2月也是1月时阵推测出来时阵，其实全国也是全球的这个部分，拢有一寡这个谴责伫咧吼。另外伫咧咱讲岸信夫吼，这回讲到台湾海峡这个和平这个部分，伊搁透露什么款的信息？即马全世界吼上流行的就是推特政治啦，吼你嘛推特，我嘛推特，但是。你讲是毋是正式的发言嘛算，因为是伊有这个剧名的啦吼。是。但是咧，是毋是正式的公文，还是公布嘛毋是，吼嘛毋是正式的记录，还是啥物会议吼。所以，这个咱当然是爱继续注意，就是因所有的这种讲法吼，未来是毋是变做正式的文件，正式的政策，还是有这个宣布？我看这是咱主要注意的第一项。是。第二项就是吼，即马。这个日本加美国吼，当然伊希望美国对伊伫安全方面爱较支持啦。因为即马中国伫这个东亚这个海军、空军发展的速度是非常紧。是。对日本来讲，伊嘛感觉是一种威胁。这个是毋是一种威胁？当然，日本嘛透过伊本身甲中国的外交去解决，但是伊希望美国也是对伊有支持伊甲中国。之间的交涉就伊就较有这个较有办啦，这是足
明显的事实，所以伊当然希望美国对伊来讲较支持。然后咧，这个头拄仔讲到上重要就是这个疫苗的代志。因为这个日本即马伊感觉疫情嘛是还未完全解决啦，因为伊今年还是有继续爱办这个奥林匹克嘛。是。奥林匹克甲办的话，当然这个国内的疫情一定爱解决到一定的程度。所以咧，伊当然希望就是第一，这个甲美国合作就是这个透过这个预防接种的疫苗的代志把这个伊本身的疫情爱解决。第二就是即马中国世界咧送啦，不管是送也好，这个卖也好，这是希望就是日本爱这个爱消除这个中国伫这方面完全的影响力啦。尤其是中国非常的摇摆啊，就是讲，即马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运动员爱去日本参加奥林匹克爱做中国预防下，这个中国免费供应你所有的疫苗，意思就是讲，第一看你日本袂起啦，日本你本身无能力这个生产疫苗互这个各国的这个选手啦。第二就是来啦，你就怕咱中国的放心啦，中国有这种的实力会当请人客。这对日本来讲当然是西面世界彻底足无民主而且嘛无愿意接受，所以澳洲即嘛讲伊无爱接受啦。但是其他国家歹讲啊，非洲啊，还是其他国家可能歹讲。所以咧，伊即嘛就是希望甲美国、甲印度各方面第一是安全，第二是这个防疫，这个往爱合作，无互中国这方面实在是摇摆到非常过分啦。是啦所以咱讲到伫咧奥林匹克嘛是一个政治咱讲相达的一个场所伫咧啦所以咱看到讲这个预防社这个中国要送互这个咱讲全球的这个运动员其实日本内底国内嘛是吵吵闹闹，然后讲我绝对不会接受等等这个部分咱个讲到这回这个访问头拄有讲到伫咧日本进程伫咧韩国进程要讨论的就是讲咱看到中国海警法，咱头拄嘛讲到台湾海峡的和平啦。是安怎这个安信夫虽然这个张教授讲这可能是伫这个Twitter头顶写出来，但是嘛是有特别的这个用意存在啦尤其咱看到讲这回安尼抛出来这个是咱讲的这个是 Austin 这个是因的这个安信夫啦这个部分会当够代表什么意义袂？尤其是对着咱讲台湾海峡这个和平这个部分，继续请教 Jerry。因为伫旧年的时阵，中国有一个咱在讲这个中国海警法嘛，海警法是因为伊无写明讲什么是管辖海域啦，就讲这个要安怎去解释全世界空间非常的大。伊原本的版本是有把这中国的管辖海域写出来，不要把这删除。所以到底咱因所谓讲这个中国海警会当管什么范围，伊其实是有一个空间去解说咱们袂记讲，其实差不多2-3礼拜之前，美国有派军舰来到咱台湾这边嘛，所以讲伊迄阵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伊讲即个美军伫国际海洋法顶头有即个自由航行的权利，伊讲即个 freedom of navigation，伊讲即个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这个 Law of Sea 这个 UNCLOS， 有根据这个联合国海洋法这个架构来的美国这个军舰是有这个自由航行的权利当然这个部分甲咱目前咱台湾政府这个法律这个规定是有淡薄有冲突的，但是这是美军这个军舰伊是剑指中国啦，就是讲，因为这个咱不管讲这南海议题嘛就是你中国讲你这个有海警法你是不是讲这规片这海洋拢是你咧管的，所以就派军舰来到这边来做一个示威啦所以你看这边这个安信夫甲Austin因这个 meeting伊个特别甲这个中国海警法甲写出来，其实伊就是咧讲未来这个咱讲南中国海这个区域啦这个美国甲日本无可能放手，从中国伫遐咧亲门大户，大概是这个意涵啦。是啦咱讲这个海警法本地来讲若是有人经过中国伊所下的这个领域啦这个中国这个海警法就会当开枪等等这部分，但是咱看到讲国际咧谴责了可能有甲部分的这个物件甲太好掉但是这个日本甲美国这个同盟关系嘛，看到这个部分的这个严重性所以特别伫咧这个议题头顶啦，佮讲起来咱这个 Jerry 嘛讲到第7舰队顶礼拜已经是这个
拜登上任了第3届啦，经过这个台湾海峡啦吼，所以同款吼是台湾海峡和平这个问题嘛，是因这回所关注哈。咱佫讲到什么？因为这个议题啦吼，讲到南海也好，东海这个航行的这个自由，还是讲这个半导体供应链的这个安全，还是讲吼北韩核武的这个问题，甲缅甸军方政变拢有吼，讲的物件真正是吼无所不包啦。继续佫请教翻译哈，我们提到它这个议程从南海。谈到东海这个航行权的问题，另外呢，也有像是台湾这个半导体这个可能在全球供应链它的这个位置，或者是这个各方的这个需求，然后中国在对抗这个部分，另外还有北韩核武的问题，或者是甚至在缅甸发生的大屠杀，都跟剑指中国有关了哈，你怎么看呢？我是觉得日本看这些东西都是为日本的利益优先，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那日本有意愿参加一些区域的行动时，他们可以讲菅义伟参加跨的视讯会议，或他们的这个国防部长跟美国国防部长会面，或2+2的会议。但是好像日本还是把自己利益为优先，尤其是将来几个礼拜、几个月，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任务，从他们政府。不管是哪一个部门，最重要任务是办奥运。OK， 那其他议题是后面再处理啊，包含区域安全，日本对台湾政策等等，或者日本对中国的政策。虽然很乐意陪着美国参加这些会议，但是目前我个人觉得日本只有把 focus 放在办奥运而已。所以他们对南海、连台海等等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实质的行动？这个我也是觉得是一个问号，不用只看一个 Twitter， 因为 Twitter 也不等同他们的官方政策。OK， 但是我们看到了哈，就是美国选日本为第一站，它还是有它特殊的意义在吧？那当然，但是日本看美国这样做的话，也是因为美国跟日本是有条约，那日本都是配合美国，不是日本有特别的一个单独或执行的行动。OK， 咱继续来看讲吼，其实这回啦吼，咱看到太多翻译讲吼，这个美国吼选日本家可能会意义存在吼，但是因即卖 priority 优先的这个顺序就是办这个 Olympic 这个运动会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这个为啥美国要选这个日本做第一站啦，嘛是讲吼日本甲这个美国吼有这个同盟的这个关系伫咧啦。咱嘛看到讲吼，过去这个美国吼甲这个吼，咱讲美国伫日本才有这个 base 有军队伫遮吼，其实都是要甲这个自卫队做一寡这个抗衡。但是看这个情势已经豆豆咧改变，因为看到讲可能中国的这个海军也好，也是伫这个航海这个实力大提升啦吼。咱看到讲中国这个部分海军服役的这个人数25万，因有这个航空母舰2只，佫有这个核动力的这个畅水舰7只，另外佫有这个这个军舰啦会当推进导弹发射这个部分有1000个以上啦过去敢若当靠着这个中国沿海港口去做一寡这个补给，加上这个油料有限制啦无法度真正这个做远洋的这个作战但是即阵也无这个实战的这个经验，但是美国已经看到中国背起来这个决心所以这回亚洲的这个旅行，才有讲到南海也好，东海也好，这个教授敢是安尼认为的？是因为咧，咱看这个数字虽然美国总言是比中国是用真侪但是咧，这个用加用加无天良啦，中国就是无天良啦。而且咧，这个重点是伫南海、东海这是离美国较远，中国较近啦。所以讲咧，美国嘅军事力量比中国勇，是伊全国嘅是比中国较勇。但是伊伫这个区域内底是毋是会当超过中国？这是无一定。而且咧，中国虽然海军伊即马比起来无美国较强，这大家拢知影，中国家己嘛知影。但是咧，伊伫中国附近亲像台湾海峡，是这个东海、南海作战伊会当得到伊本身空军的支援。OK， 这个美国是较困难。就是因为美国较远所以咧，这个虽然规个这个军事力量来讲，当然是美国比中国较勇，但是咧，伫咧区域，伫咧这个所在亚洲这个所在都是
这个中国可能一部分也是有伊个优势，所以咧，即马美国甲日本就是非常重视这个中国的威胁毋是叫你遐尔简单遐单纯，就是比讲拢总的数量美国比中国较济，就会当放心这是无一定，因为中国即个这个东海、南海、台湾海峡这边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力量其实是足大的，一时之间可能美国需要时间来调兵啦，但是美国调兵成功、调兵完整以前可能还是中国较济啦。是，所以咱看到讲其实这个咱的这部分啦这个国务卿来到遮真正有伊的用意存在因这个东盟这个部分，伊嘛讲到，因为这个印太地区Indo-Pacific 这个地区真正情况真严峻所以咱看到讲，哇，布林肯这回来咱嘛看到讲伊降落的这个基地，就是美军伫咧日本六碰二六本木加这个基地这个部分嘛代表讲其实。咱看到讲，伊今仔日所进行这个会谈，就是先感谢因的这个真济这个人员伫咧日本所做的这个一切啦继续佫请教到这个 Jerry 咱头拄也讲到日本甲这个美国是同盟的这个关系，过来就是要甲韩国。要讲的可能就是北韩这个咱讲核能武器的这个问题，然后同款嘛是会讨论到这个中国，同款咱都讲的这个印太地区情况嘛是真严峻所以咱讲到这个日本是一个站，另外就是韩国遮嘛是会针对到北韩的这个问题、中国问题，有啥物观察的点无？有真侪人拢讲，这个挂的这个四方会谈是亚洲版本的这个北约啦但是我个人看是今嘛还未到这个程度啦，因为北约是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嘛，但是这个看伊较像就是一个 forum， 一个论坛的比较，伊较像是一个非正式一个平台，一个 platform 嘛，所以目前你要讲这个看等于亚洲版的这个北约，我感觉是还言之过早。回到这个。布林肯这摆来这边讲韩国的讲北韩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咱袂记讲，其实当初这个川普他其实一个人甲这个金正恩是马吉马安尼啦，我感觉拜登伊有伊的方式。来处理甲北韩的这个问题，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是你要讲的是整个亚洲整个印太地区，跟中国这个冲突，我个人是，我的观察是安尼是，美国甲中国即马搁咧等一个时机要重新定调，要等中国甲美国因两个国家的疫情。全部拢整个回稳了，才会来做较大程度的变动。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讲，即马就是两个国家先喘一口气，美国嘛先喘一口气，中国嘛是，未来再过来讲，这是要安怎来做定调。这是一个较大的这个脉络啊。继续先刚翻译过了刚才这个 Jerry 的意思就是说，透过可能3月18这个会谈的双方。喘一口气，不要这么剑拔弩张了尤其这个美国疫情 COVID-19 还是很严重了但是你怎么观察最终的这个3月18的这个会议了你会怎么希望它发展下去？你怎么看？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新的东西出来。我的意思是说，中国会坚持它的立场，不管是关于哪一个议题，新疆、香港、台湾、南海。就是他的内政他会这样主张。这是内政。那除了内政之外，其他的议题，不管是贸易或其他的议题，他们会坚持他的立场。那美国也是一样的，美国会坚持他的立场，不是因为会面其中一个国家会改变他们一直以来的政策。那或许在能够合作的地方会有一些。期望或宣布以后会合作，尤其是在这个 climate change 的气候变化。因为拜登已经说要重回巴黎协定，伊朗这个核武协定也是拜登一直说他想重回这个协定啊。如果是真的要成真的话，一定在某个程度上要跟中国合作。但是这是一个 first meeting 第一次。在这个高层会亲自会面，所以我觉得真的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新的东西会出来。那
最有可能的是中国官媒的报告会跟美国的官方说法可能是会不一样，因为过去都是会有这样的结果。Totally different 哈，常常是这样子。OK， 就是这个翻译国讲到哈，这个3月18日在 Alaska， 美国跟中国这个会谈吼，本地咱讲吼，这个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讲吼，可能这个卖打红线吼 ，Don't cross the red line。但是咱讲吼，美国遮吼较强硬啦，吼讲这个咱讲有一寡这个议题，伊是袂去闪避，但是翻译国可能讲哇，这可能无法度讲到真正这个实际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挨下子的这个成分较济啦吼。这要补充。对，我稍微做补充一下吼，就是讲，因为伫川普政府上尾迄半年哦，中国甲美国的关系是到了谷底嘛，到真歹吼，史上上界歹的这个阶段吼。啊，咱袂记讲，伫迄个最后那半年吼，美国甲中国都各自拢关一个伫对方这个国家的大使馆诶领事馆，一个伫成都，一个伫 Houston 吼，目前都还没复管哦。所以我感觉伊讲，所以会当先讲这是一个指标啦，就是讲吼，若是拜登吼甲习近平吼，因为有人就伫遐咧讲，是毋是即摆即个中美外交峰会的后一步都是拜习会？我感觉这个无一定，要看咧即个双方即个气氛安那。但是有一寡议题吼，会当先讲看，你比如讲。Houston 甲成都这两个馆是不是要重新复管？恢复 OK。因为这比如讲这个是一个指标嘛，因为当初关得很不愉快嘛，你讲整个 FBI 去对不对？所以好，这是一点啊。来讲这实质议题吼，一步一步拢有法度讲哦。拜习会，有可能伫北京嘛，有可能伫华府新地嘛，有可能伫第三地啊。有人讲伫台湾，我感觉讲笑的啦吼。讲伫台湾是有淡薄含嘛，但是讲伫某一个国际组织的会议，啊，双方这个拜登跟习近平来这几个会面，基本上是一个选项吼，所以应该是先观察到这个3月18号这个美中外交峰会，好谈了什么议题？香港我觉得已经无解了啦，无解哈，已经因为选举拢甲新疆嘛无解啦，看气候变迁啦，啊，来讲中美。双边议题，好 bilateral 的 issue 嘛，看这边你讲要不要先复管，这再来讲啊咧。OK， 这个 Jerry 其实吼，大家真好一个思考的方向啊，就是过去吼，伫川普任内吼，这个双边拢关这个领事馆吼，啊是毋是会伫这个3月18啦吼，这个 Alaska 美国甲中国这个会谈吼，会当复管吼，这嘛是一个吼真大的这个指标意义啦吼。但是咱国讲台台湾吼，咱头拄吼一开始讲吼，美国吼就任了后，这个 Blinken 讲台湾是一个国家吼，3个这个来宾可能就认为讲啊，可能是讲唔对的，啊，另外就是讲吼，可能伊的这个认知吼是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要改变掉这个规个这个政策，可能也够有困难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这个有人讲哦，后一步都是。这个吼可能要承认台湾啊，但是咱头拄嘛讨论过，无遐尔简单啦吼。因为咱国讲着吼，这个中国一定会起步讲啊，你甲阮的这个一中政策放伫倒位，也是讲这个三公报吼、等细则等等啦吼。但是嘛有人讲吼，这个你都甲这个香港这个中英联合声明都甲等细则，啥也袂当安尼等细则，但是这吼拢有一段时间爱来去走，爱来去行吼。另外，蓬佩奥咱之前嘛讲吼，台湾。伊讲吼是一个民主的体系嘛，是美国真重要的这个同伴关系啦。另外，Austin 嘛讲吼，美国会确保着吼这个承诺支持台湾自我防卫吼，这共款嘛是真济吼台湾关系法等等吼所对咱做的这个承诺吼。啊，咱嘛真感谢这个韩国籍的这个韩国裔的这个议员吼，金英玉吼，伫咧国际这个国会听证会问到这个 Blinken 这款的这个问题吼，咱讲未来有这个民主的峰会，可能会邀请咱讲若是这个峰会可能是元首来参加。吼，可能嘛是咱会当观察的点吼。伫3月18吼，这一日咱讲吼，伫咧美国 Alaska 吼，美国甲中国这个会谈，可能真正是第一步呢吼。未来要讲到什么，是毋是复管，还是讲吼未来吼更较长远来去看讲台湾的议题啦吼。那么毋茫讲美国真正无要退让，香港的议题嘛无要退让啦吼。但是这其实需要真济这个时间来去对话啦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我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马仔再会，感谢多谢。多谢，感谢。